今日亚足联官方消息 ，U23 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比赛时间确定。2026亚足联 U23 亚洲杯预选赛 D 组，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、东帝汶队、北马里亚纳群岛队同组，比赛9月3日至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进行。本次预选赛共分为11个小组，各小组第1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2名将晋级明年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 U23 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。中国队赛程如下：9月3日19点35分，中国 vs 东帝汶，西安国际足球中心；9月6日19点35分，北马里亚纳群岛 vs 中国，西安国际足球中心；9月9日19点35分，澳大利亚 vs 中国，西安国际足球中心。此前 ，U22 国足在1-1战平白俄罗斯 U21 国家队后，在热身赛保持着6场不败的战绩。7月中上旬 ，U22 国足将在国内组织第3次集训，这也是参加 U23 亚洲杯预选赛前的最后一次集训。